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1月9日2026年香港新盤市場紅盤高開，作為今年首個推售的大型新盤，新地西沙灣項目 Sierra C2A 期物業將於明天發售首批262伙單位，昨日正式截票。發展商初步點算，合共收到約42000個購樓意向登記，成為歷來首輪推售新盤的票王。以明天價單銷售的213伙計算，合共超額認購196倍，預期首批勢必售罄，成為今年首個紅盤。今年大型新盤浪接浪，會德豐與港鐵合作發展的黃竹坑港島南岸第6期項目將於短期內公布命名，並定於今年首季內推售，屬黃竹坑上蓋壓軸推售的項目。項目分2期發展，其中6A 期提供463伙，6B 期則提供154伙，兩期均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紙。有關香港地產最新資訊，可瀏覽世紀21香港 C21 HK。